Tech 呢個真係有趣。Mind Robotics 係 Rivian 分拆出嚟嘅自動駕駛公司，而家又再集到4億美元，顯示市場對 L4 級全自動駕駛技術仍然好有信心。呢筆錢會用嚟加速研發同埋商業化，目標係將自駕技術應用喺物流同公共交通上面。呢個我知，聽我講，富士康被一個叫 Ransom House 嘅黑客組織話已經入侵咗，竊取咗超過6TB 嘅機密資料，包括產品設計圖同客戶合約。呢件事令所有人都擔心供應鏈安全，特別係蘋果、Google 同 Nvidia 呢啲大客戶都受到影響。咦？呢個我不知咋。WhatsApp 即將推出 Meta AI 私聊功能，用戶可以直接同 AI 助手傾偈，而且對話內容唔會用嚟訓練其他 AI 模型。呢個功能用咗端到端加密技術，即使 Meta 自己都睇唔到，係對 Apple 同 Google 嘅直接回應。話你真係咁嘅。Sony 最新出嘅 A7R6 相機，像素去到6700萬，仲有堆疊式 CMOS 感光元件，連拍速度同自動對焦都有大幅提升。不過售價去到4500美元，反映高端相機市場嘅定價趨勢。呢個值得關注。Origin Lab 集咗800萬蚊，專門幫遊戲公司將遊戲數據賣俾 AI 世界模型公司。呢個新領域令遊戲公司可以從數據上面揾到新一輪收入，但係亦都令人擔心玩家數據私隱問題。呢個我有得講。暴雪同 Epic Games 合作，將鬥陣特務入面嘅英雄好似士兵76、獵兇、源氏等帶入 Fortnite 入面，玩家可以解鎖限定造型。呢個跨界合作係兩大遊戲 IP 嘅重要里程碑。訂閱我哋，再見。